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政府会清醒，要确保工业用水无问题，甲人民系省唔到清抢的水时呢。新竹宝山、宝业、宝二水库嘅清抢水量，价格系送去可好人启用。不过头前海水面有50万居民嘅新竹市、竹北市、新丰乡、湖口乡，在长期路体设作为工业废水、垃圾同家庭污水嘅自来水。一群喺度睇新竹嘅媽媽，伊能順論頭前係行業專欄發現，原來2024年呢，每日食的水有1漏少嘅，嗰種伊能之內愛食清搶水行通聯盟，愛保護水資源。今年我哋都談論聯盟嘅成員戴維尊，向下對水頭到水面來看頭前係，看下先新竹人食的水到底加為按多乜嘅料落去。都是從去買菜，佢都有卡洗菜，冇就係到面搭咩，係食一碗小碌碌嘅面，係千多人日常嘅食法。不過唔是上過有條水係對奶落嘢，又會流到奶希望。16年前，凤山溪跟小李溪的争议动态，可是从来都冇想过讲，俩头前海嘛有事情。以下嘅關心環境議題嘅媽媽，順定頭前海行一轉漲低啊，每日食的水有按多嘅問題。就是這些水全部都是進入新竹市民或者是竹北市民的飲用水裡面，因為取水口就在這個下游，所以像這樣子的水。成為我們的飲用水水源。依照這個飲用水的相關法規，自來水公司提供的這個水，應該已經是可以是安全無虞。但是我們期待有更好的這個水源水質的這樣子的一個淨水，來排除我們的這一個疑慮啊。新竹縣環保局講，食的水應該安全冇問題。不過有條新竹嘅媽媽，一滴澳洲水都唔想喺本身人嘅領導。去年的6月呢，今年之內，我哋愛食強力水嘅行通聯盟提出，我哋愛食好水嘅訴求。現在整個河川的，不管是治理或者是對於水的這個議題，我們覺得政府的邏輯其實跟我們的期待是有差距的。對，政府的邏輯不斷會用數據告訴你說，沒關係，我處理得夠乾淨。那我們希望是更上游、更基本的、更根本的處理方式。就是這個地方有多少的流量，你引進多少的水量等等，那個顧問公司是非常容易就可以做的。可是你們都沒有這一方面的數據的話呢？陳翠琴係我哋愛食強力水行通聯盟嘅發起人之一。3月初2早晨下午9點，佢就來到嘅睇頭前海總灘，觸動環保生態公園。我在8月同新竹縣環保局長講，今日愛食強力水嘅訴求。今天其實是曾老師約了局長來，想要對就是竹東這個家屋廢水、這個河濱公園的一些狀況，跟他做一些溝通。竹東中心河道下來的水，第一個是不是有可能盡快的接管到污水處理廠裡面？然後第二個最終的目標，你就是把整個掩埋場的垃圾清掉，對。讓水質水源保護區裡面不要有掩埋場存在。然後第3個，工業廢水，它是否可以設專管，把所有廠商的廢水專管拉到真正工業排放的指定的河川？在水源水質區的一個排水，基本上在水源區裡面呢，有依照國家的規定有更嚴格的標準。那當然，這些工廠、這些事業啊，我們除了去輔導他盡量把水能夠做更高的回收，或者是減污的一個排放啊。雖然它目前已經符合相關的標準，水源區不是不能蓋工廠，但是它符合相關的標準之後，你很難去讓它動。對政府所講嘅合乎標準，睇10幾年來一直喺關心韓國保護頭前海嘅清法太好，生物資訊韓國結構生物學嘅教書，整前現看來同實際嘅情況係天差地別嘅。人家常說船過水無痕，通常污排水最多的，以我在新竹的經驗，就是每一次下大雨的那一個禮拜5的晚上的時候呢，排出來的。那這個禮拜5晚上，因為公家的檢測單位都休息，
等到鱼死掉了2天，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再去检测，你能够检测到那一些真正的那个污染的水吗？它老早就已经流到了台湾海峡去了。曾庆贤先生讲，我相信检测的疏失，唔当去打去看水底度的生态。如果我今天是看到说这个水里面有很多的小虾子，有很多的台湾的小溪哥的时候，我相信我就会放心，因为我是学这一方面的，我知道只有这种生物存在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水源的水质是可靠的。但是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一些耐污的鱼类，比如说像无锅鱼、琵琶鼠这一些的东西，就表示这个水是不让人家放心的。这个是我们要走的点，今天走的点，然后背面是今嘛。而有强烈的水合适，就会先有好的水环境。而是强力水联盟指导政府处理欧洲水的想法和个方式，同今年上的检查清楚。故说今年对去年开始期盼的头前海流域的航途发通，希望找很多的人向下来关心。今天的目的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守护环境联盟，对，那他们的成员就是邀请我们说，可不可以带他们来走走，来认识一下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的主要发起人的成员好像是新丰那边来的，对，那新丰就是喝我们南亚取水口，就是全台湾西部唯一设在下游的取水口的水。那因为我自己也是新丰人，对，所以就特别的觉得说，那我们到底喝的是怎么样的水？3月初3日拜六，规台湾拢系雾霾的风色境界。戴维准带点10个位关心环境的朋友，对上节的松平鼻头开始实际去看头前海的水质变化。头前溪主要2大支流，就是水源的来源就是上平溪跟内湾的游罗溪。主要就是这2条嘛。那这个上平蓝河堰就是把上平溪的水在这个地方就先做抽取。原来头前海的水源头系新竹县的江沙乡，水质一定的强力。流啊流的流电下来到的竹洞村的水边头，先后分作2排各岛的波山的两个水库，提供本工业先来用，认识的才是工业用村的。右边这水它会直接进宝二水库。经过一个那个巴西的凉水槽，然后直接进去。那左边这个是它会先进竹东郡，从这里到2重埔的农民灌溉的用水。可是它进到往下游一点到软桥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分到宝山水库的水道再抽走。南寮现在每年岁修2次嘛，那每一次岁修1个月，那1个月的时候，竹东大概都会堆到3500吨。沙田戴维准要带点大家来到的竹东垃圾掩埋場，雾霾一定嚴重，大家攏看唔清楚，一直比多大多嘢一度嘅垃圾，唔係咧係一定處嘅秘密。同時，真正就睇垃圾場嘅大廈，就係頭前海嘅南澳一個水源頭沙航海。新竹市的垃圾，我們沒有辦法進新竹市的垃圾去燒，所以我們就一直堆置在這邊，然後堆置在這邊的垃圾水就會流到河裡面，流下去是為流到個頭前溪、頭前海其實是新竹市面個是個自來水個水源體，從啲水樣流下來，一部分會流到個後巴肚，一部分會流到那片台圳是會同樣會流到下邊農田啊、水庫啊咁樣。也就是講，竹東掩埋場的歐洲水，無論係直接排到沙航海，也係透過竹東台圳，最後攏會入到龍安圳治水的地方，成為新竹人民日式的水。天主教新竹教區的彭宜凡神父也下能學到講，原來佢長期照顧的弱勢的病人啉的係安尼的水。在上面吼，來看到這阿無遐奇怪，哇，行啊下背去哦，哇這。垃圾怎麼一個啦？是散了一個，所以很多人在浮橋，其他很多有做黨有做別，還有那個智能障礙中心新竹市、新竹縣都有。哇，這裡生意呢本來就弱勢，弱勢我啉到這裡水所以一點都唔低。講喺浮橋其他做別啦，來咯，這水都強，唔知道裡面的重金屬那麼厲害，所以今日來看到了真係嚇到。對掩埋場的污染問題，新竹縣環保局的回應係：
它是一个合格的掩埋场，本来它就有不透水的这一个收集的设施。那当然，我们目前的废水都是用反送的方式，那再抽取到其他的渗出水厂去做处理。老百姓除了要求跟监督政府之外那更重要的是捡起袖子跟政府一起做，大家一起做，你会对这片土地有更高的这一个感情在里面。其实应该入都的让居民大家也第二做垃圾分类，但是因为按旧来2-3年来，大家发现讲，的垃圾爱分类好，爱标义恰当，部门还载到俩强下来标，专门有载出去烧，就是记得要饲到当烂条实际上爱做到按辛苦，就也冇真紧。后端的处理就是清洁队那边后端的处理冇做好。头前海嘅水流过嘅垃圾山，又流嘅，再过加入嘅工业嘅废水，流到市区以后，又再加嘅新嘅污染嘅东西。这10万居民的生活废水、家务废水，包括化粪池出来的水，全部都收集，然后经过一个所谓的中心排水道，然后进到这边来，然后进屯溪之后，在7公里就是龙恩堰，就是取水口。从细就睇头前海嘅顺丰太嘅5月前，看到母亲河3本人糟蹋到安尼，拖摊讲也下人真紧无灵无心呢。因系万物之灵哦，结果因伊起价吼，洗来水是垃圾水咧，因还想讲因用袂讲有那种能力，然后去学跟个其他种姓，冇可能的事情。恁起价什么学因，还能有能力去学了到种姓哦。波波郡的头前海嘅水，熟悉的各种的污浊水，含过污染的水，经过的龙恩圳治水的地方，入到第一抢水厂。处理过后，就变做的竹白含过新竹市民每日爱喝的水。你下看到那地方按到龙恩堰，佢大部分的水是落去你那位第一净水厂，然后净水厂处理过后是变到供应你新竹、贵江新竹的饮水。你污过的水又按过往下流下去，跟下边又有一家净水厂。好，其实全部你下边靠近香山那一带，还有竹白嘅靠边嗰种海水的饮料。马嘅水按我做的大厦还有一个自来水取水的地方。这地方就是那个南亚的取水口。对，那其实我们马路后面就是净水厂，那个大管直接送到竹北新丰湖口。全台湾西部就是目前唯一一个设在下游还取水当民生饮用水的，也只有这个地方。对，所以这个通常一般的尝试就是在最下游已经是全部的精华了嘛。顺电头前海行一转，凤行村的前村长姜正坤、张迪亚，原来在下届的新丰乡6万的人口当中，有2/3人是咧南亚抢水厂的水，才是熟悉的所有污浊东西的进法。我们看到掩埋场的废水，以及工业区的一些废水，还有家用的污水，全部都排向我们头前溪的时候，一直到我们这个南亚抽水站是最下游的尾端。来抽取这个水给民生来做一个饮用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种水怎么可以喝啊？好，往一正往心走。我们今天天气怎么样？很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去河边玩，好不好？好，走。接送4年的上下课，批4年的教了讲故事。同青岛的妈妈强用也拢是盘规矩，日常要做的事情。为了4年的做得适度强力的水，佮同其他的妈妈强下行出家庭来保护水源。虽然政府嘛回应今年要调拔部分波山水库的水源来做民生用水，不过佢认为政府安尼做根本就是颠倒头做，连人连起家。你当过该是几间工厂停，该垃圾山。嘛，冇讲对到动过，系安尼认真来处理源头的问题，马上处理起来。比安尼讲，你上了目睭眯了，唔是看该工厂的问题，是你保一保二，感觉当家。可是其实根本治本的问题。这边你闻到什么味道？臭臭的。什么味道？妈妈感觉好像有几条鱼的味道，对不对？水龙头打开来就有水，安尼用水太方便呢，离河坝沙太远呢。
也着妈妈出得动出建呢，来监督政府赶紧对源头来处理水污染的问题，嘛带动市民呢认识头前海，因为只有对环境教育开始来做，才做得真正结束人类对环境的伤害。经过5个下工，做得自由自在的生活，市民呢做得接近高了的新鲜河水。